呢個太掂。3晚首期上車一線海景房，你冇聽錯啊！1個鐘可以到深圳灣口岸，你唔信？俾你睇下高德地圖實時時間。而且屋苑樓下仲有中港直通班直達香港，呢個交通冇得頂。中意飲茶嘅街坊啊，呢度仲有個酒樓，真係正。有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啊，就係街坊咧響大灣區呢邊最 care 嘅醫療問題。目前咧成個中山、珠海咧，只有呢個小區嘅醫療配套咧，先可以使用香港長者嘅醫療券同埋香港嘅醫保啊。所以咧，醫生咧都係香港嘅資質啊，緊要咧就係可以開埋香港嘅處方藥。所以你住響呢邊咧，完全唔使擔心配套問題。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去睇下樣板房先。依家我哋嚟睇呢個1200尺嘅單位啊，做到南北通透雙露台。呢個玄關位咧做埋送俾你噶 ，O 唔 OK？呢左手邊咧，呢個陽光房都係送俾你噶。跟住落嚟，我哋過嚟睇下個客廳，好闊落噶。依家我哋過嚟睇下個廚房，U 型大廚房個空間夠唔夠大？叫晒啲 Andy 過嚟幫你煮飯都得噶。呢個位置咧，我哋擺個雙開門嘅冰箱，完全夠晒嘅。好，而家我哋過去睇下個房間，過嚟感受一下公主房。得唔得啊？個空間夠唔夠啊？有冇中意 Mary 嘅朋友啊？呢個太掂！哇！我從來未見過咁舒服嘅主人房，呢個飄窗可以坐5、6個我啊！嗰邊咧仲安排咗個超正嘅衣帽間啊，包你夫人中意啦。樓我哋睇完啦，3晚首期即刻上車，3000蚊月供咋？有興趣嘅朋友即刻聯繫我睇樓。另外 Paco 我用咗10年嘅做地產經驗，總結咗中山、珠海大多數香港人選擇嘅屋苑。入面呢份資料咧有每個樓盤嘅優缺點，仲有每個樓盤嘅最終實價。有興趣響大灣區置業嘅朋友，快啲私信我領取。